你以為讀大學就一定揾到體面工作，事實並非如此。好好讀書，考上大學就有出路，呢一句話已經傳咗幾代人。但現實，有人讀到本科，畢業即失業。有人讀職校，未畢業就已經被企業預訂。當一批本科生開始偷偷羨慕職校生，你就知道就業市場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。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連續刷新紀錄，突破10,000級。部分行業應屆崗位縮減20%以上，一個熱門崗位平均有80幾個人搶。與此同時，製造業技工缺口超過300萬，企業用工緊缺指數連升6個季度。技能崗位起薪年年上升，部分高技能工種年薪追到甚至超過本科白領。新能源、智能製造相關工種招聘需求同比增長42%以上，而大學生慢就業比例卻連續3年攀升。數據好殘酷，大學生越嚟越多，崗位卻唔係越出越多，技能越缺，技工工資越漲越高。你仲喺度捲文憑，讀職校嘅可能已經有唔少企業排隊等人。本科文憑越嚟越多，崗位卻越嚟越有限。呢一個簡單嘅供需邏輯，令學歷嘅稀缺價值一路被攤薄。當人人都有本科，當大家都係研究生，結果就係學歷唔再係就業護身符。喺過去，一紙本科足夠打開大部分企業嘅大門。相反，職校生、技能人才越嚟越吃香。製造業、設備維修、新能源服務等崗位，技能人才供求比例嚴重不足，企業叫苦缺工人。相反，高校畢業生投簡歷投到手軟，都未必揾到一份好嘢做。講幾個真實嘅例子，阿聰本科畢業，佢讀書成績唔差㗎，但畢業之後投簡歷投咗100幾間企業，好多連回音都冇，部分 offer 低於期望值，屋企人每日追問佢嘅就業情況。阿聰開始懷疑，開始問自己，讀咁多年書到底讀嚟有乜用？而同一年，另一位老友阿傑喺本地嘅一間職業技術學院讀機電一條龍班，讀到第3個學期，企業就嚟校園搶人，校企合作直通班，實訓場景就係工廠，跟師傅學設備維護，未畢業就已經上手，攞住實習嘅工資，畢業之後直接去到設備維護崗位，收入比同區域嘅本科畢業生高出不少。同樣係年輕人，卻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。有一句長期嘅偏見就係藍領等於收入低冇前途，而現實開始反轉，好多技術含量高嘅藍領崗位工資唔低於多數嘅白領，晉升路徑清晰，職業穩定性強，崗位必然性高，技術唔等於卑微，技能唔等於低端。真正低端嘅係缺乏技能，唔穩定，唔係行業嘅問題，係個人核心競爭力不足。講到呢一度，可能有人會講，咁係咪話讀本科係冇用呢？事實唔係，讀本科依然值錢，但價值唔再等於穩定就業。過去讀書真係比較有優勢，而依家讀書只係開始。真正嘅優勢係有能力解決問題，而解決問題嘅能力唔係文憑，而係你做過、練過。如果你依家係學生或者係家長，你唔應該覺得冇技能就等於冇未來。相反，你應該調整思維，學歷加技能比單一學歷更重要。你讀本科可以繼續深造，但你同時學一門手藝，攞一張證書，你嘅抗風險能力就會更高。依家嘅就業市場唔再獎勵你嘅學歷標籤，而係獎勵你解決問題嘅能力。當你可以即刻上手，當你可以獨立完成任務，當你可以教人哋做嘢，你就價值可見。技能比文憑更值錢，唔係一句口號，而係現實市場對你嘅回響。真金不怕紅爐火，真手藝唔怕市場檢驗。你可以選擇繼續捲學歷，但更好嘅選擇係讀書加技能。未來唔再由人哋決定，而係由你自己創造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